好啦，以上就係要一些困過後啊，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嗬。今邊呢係8月號空氣來報道嘅兩單元，同大家傾下來關心到嘅嗬，即係從上過後嘅兩個今後權，所以來啊嗬，你也可能一般平時像今日要較少來聽到，唔講係從最主要嘅，其實係一個心理層面嘅一個問題。韓國呢，安尼嘅層面問題哦，大家是較唔會去注意到，或較唔會去重視到，因為也唔係像一般嘅看到啦，也係講身體唔爽爽哦，所以講一下係嗬，你就可能無法通原來我日日喺本線上看哦，所以講像按用嘅解釋嗬，唔啲靈醫師知道按用錯誤，所以講較唔可以從事到，像按用嘅枕頭大家較唔可以從事，嗬，就你嘅精神方面嘅問題。係，因為安尼事件發生嗬，可能大部分家企啊，高社會人身上發生，除非講像譬如講我哋一啲台灣細細一啲島。對9.1大地震，可能大部分人對於本亞體統黑洞，咁大部分人都會注意到人嘅問題。譬如講呀，我哋研究發生嘅，譬如呀北捷事件嚟講，可能去搶時間，只是少部分當場佢有看到人或經歷過人，而會有人嘅講到嘅一些經驗，但是可能對大部分人並冇安尼經驗，所以。有時有安尼經驗嘅時候，迄假使講伊身邊某一啲親戚朋友來關心伊嘅話，伊可能安尼情形吼，伊會更持續下去。比如講，伊會暗頭時繼續做夢，日時頭上班嘅時候會講，甚至係在坐下捷運都會講都唔敢上捷運有可能，甚至更多人可能因為安尼就乾脆吼，你坐機常常上班咧，我有安尼現象。好，古時你看到一下，你講到有啲人就係直接就唔敢去坐捷運嘅嗬，一係即刻遇到安樣事情嘅人，唔敢去坐捷運，你都知道講，哎呀，搶人就應該係安樣去。不過呢，當到嘅人啊，佢都聽到嘅，佢咩唔敢去坐捷運。係啊，像啲台北捷運公司一定未去講咯，因為一件事情咧嗬，一定收回30%的票面嗬，就一啲旅客啦嗬，唔係講平。收回30%的旅客，所以你會講，一呢事件過後對他個人多多少少心理層面的影響還是幾大啊。古時都家都會有影響。唔過呢，就係你講當事人後來就講有到現場，有看到有讀到安樣情形嘅人，影響都幾大嘅。好，從一時間，你第自家無限人知道，最重要嘅愛留佢做盤，好愛。聽佢講，如果做盤安樣嘅一隻長途24小時，全部愛都順好有人照顧的。哦，也看本身也人數，也譬如講也經歷過安尼事件嘅人，伊自己本身的反應，係暫時伊自己對一件事情的解釋，甚至也感受嘅問題更重要。係假使伊有10分的講。咁唔當然批判的時間係過多一些。你假使講以下反應嚟講，感覺呢件事情冇乜嘅，不過是可能一啲偶發事件嚟講嘅話，你可能不把它當一回事。但是呢假使講而家經歷過佢強烈嘅查上地方發生嘅嘢，你可能會講，佢講一樣咯，可能比如講你係批判你上班嘅時間。講嘅譬如新人嚟上班，他人嚟批判伊上班，迄陣時以這個強站地位潛得強下上下差人，也做得互相嘅，係，即可能對嚟講，如果不安心嘅事，因為多多少少也會有些幫忙。所以講，我用到嘅方法，後半設架，再過去面對一安樣嘅一隻空間，就唔會安靜，就安全感。係啊。安尼當然，安尼事情多多少少也會有影響，但是也影響，迄個是個冇多個嚴重的程度，也會慢慢隨着時間慢慢的消失，消失嚟講，有可能更冇安靜嘅。但是喺過程當中，曾經經歷過安尼事件的人，可能如果發生我哋講嘅創傷壓力症候群，如果看伊喺邊面會有乜嘅變化，譬如講一陣間子女慢慢的消失的，也可能慢慢落好。有人可能會拖上半年以上，有安尼情形的話，其實伊都要請先生來幫忙。
有的人佢都可能1-2年嘅時間，佢都冇問題咧，就都講按樣佢做得來處理，做得1-3年去做插院也得。唔過話有的人可能1年係冇法度，也都表示講佢可能愛去潛先生，也都係人講嘅嗬。讀到咁樣嘅事情，影響長途冇咁樣，好佢對1-2年以內可能佢係強途嘅，1-2年客家係蠻好嘅，也咁算中途也係長途。一般來講，因為壓力的時間可能有一下強突，當然強突之內有發生的時間，有時間有一年佢嘅反應或者是一下體質，或者是一下心理嘅長突，會影響到一個喺邊面嘅表現。嗰個是講一個年代，一個都比較過無擔，或者是過依賴人嘅特性嘅人。伊可能醫院的時間，伊可能冇辦法恢復轉來，產生的嘅影響可能好大，伊也症頭也過明顯。故所呢，也就係看1-3年對一個事情，好讀到事情嘅下，佢做的反應、做的處理嘅長途嘛，嗬。唔管你係心理嘅處理，你係講讀到一事情嘅時間，你係唔係做得來應付，所以講用人來攻擊人嘅時間，你做得有法度來做震動，你講到下好嘅防備嘛。你講做得嘅時間，你就對人嘅傷害可能就唔係安泰咧。也就變咗講，你讀到一個事情狀況嘅一種面對處理嘅方法咯，嗬，咪會影響到一個心理層面嘅部分。係冇唔錯。也當然就係你也可能係一種嘅東西，嗬，愛訓練上班下引來，有啲人佢講。生來可能本來都當無擔，有啲人咧讀到某件事情，其實係唔會驚，一早係可能人講嘅人，生來就係本身就係安樣，也可能很難嘅喎，嗬。好，一講到廿位啊，講到係講中途，也係衝突嘅時間，你愛去做治療，治療嘅方式應該都要動到無咁樣嘅方式來治療咧，嗬。要1-3年嘅。係有人講到嘅，比如講，可能幾隻查上地步度嘅人，佢都可能湊好，你傾下來去做某個團體嘅治療。咁樣治療，針對1-3年，係個團體嘅，你會用冇咁樣嘅方法？係一般嚟講，大部分啦，嗬，大部分會個用團體嘅方式嚟進行，因為會用團體嘅方式嚟進行嘅目的，因為面對人嘅訴訟咧。或者是以表現出來症狀嘅嚴重度會有不同，因為時間會不同，而家進展也會不同。我哋開始做一下一群人共下嚟做呢治療嘅時間呢，可能8年經歷過嘅，但是也更加症狀夠強嘅，如果提出一個方法，讓去幫助一啲症狀夠嚴重嘅人，容易處理嘅事情。其實對人嚟講，唔單佢一啲團體治療地方，唔單是佢團體治療是多嘅，一點彼互相之間的一個支持跟幫忙，甚至一點出去攞波嘅，一點彼此間慢慢有啲幾好嘅支持系統去幫助也病人咧，佢慢慢嚟做行出安尼應用出來。從安樣嘅團體嘅治療來講，嗬，有啲人就講到。時間咧長短嘛，嗬，有啲人可能知道，那去100-200啊，都冇想去去咧。有啲位咧，可能佢必須要愛經過一個長時間咧，好治療。從一團體來講，一般治療來講會有基本咧愛幾多擺冇？一時間長短冇一樣嘅，如果你可能中間經歷過2次、3次，慢慢一起個有好，甚至有人可能要經歷3-6年嘅時間。那會慢慢嚟好，所以佢面對人恢復嘅長途，可能同佢個本身嘅體質本來咧嘅心理嘅能量有關係。而心理嘅健康也好，而安尼恢復會也好。故所咧，你講一隻團體嘅治療，1-3年佢知道我一下做得行出來咧，一下我冇問題咧，我就做得團體治療，我就做得出家離開嘛。也係可以留下來繼續支持，也都蠻好嘅嘢。係啊，其實團體治療地方嚇，對面對個案嚇，面對來參加嘅病人嚟講，有冇一啲約束力量？一般嚟講，喺假使以願意繼續，譬如講我哋
也团体治疗准备3章嘅12摆嘅治疗嘅過程，咁有人會繼續到12次結束。一般來講，我哋攏希望伊還是要做到結束嘅那麼經驗吼，按樣子會較好啲，按樣子講，會較完整嘅人工嘅一張療程。韓國呢，按起家雖然講吃到起家冇問題，咩我來聽數來支持也到同共樣做到按樣事情嘅人吼，有人講到嘅吼，算係一種義務責任吼。好講到有依咧吼，雖然老太人咧吼，做到共樣嘅事情，嘅影響嘅程度來講，相差到哪咯？一般來講，年紀係一個重要影響啦，吼。當然也是也心理嘅健康還冇安好嘅時間，係就是一個心理接受壓力嘅能量也是時間，而對人嘅時間嘅影響會越大。你係個是年紀大嘅人，伊本身人嘅心理健康過好嘅人，而對人嘅壓力嘅時間，伊嘅處理方式係就是伊喺方面發生的一些問題會過少，所以還是有一個我哋講嘅。本身對壓力時間呢抵抗力與太有關係。阿哥最重要是伊旁邊，安尼事件發生過，伊旁邊呢，喺嗰面嘅家屬啦、朋友啦，安尼支持吼，對嚟講是最重要嘅事情。故所按拄到按樣嘅事情嘅時間吼，家屬朋友吼，佢嘅一個支持係一定重要嘅。韓國呢，安尼倆情緒吼，即心情嘅變化轉變會強啦，也係因為嘅即講可能當日水冇咩應講到不冇水控也得吼，情緒引發生一個即講一出門嘛，佢都冇法度行出去嘅時間，時間好彼此有超過1整年做愛記得啦，應講來去請專業嘅醫師吼，就是來讓人聽數咧吼，也做係你講到嘅也個團體治療嘅部分。唔過我想有到嘅你平時可能會知道我自家可能冇乜嘅問題哦，冇乜嘅問題。你講知道自家冇問題，唔過呢加一步嘅，要慢慢嘅自家當中有動到嘅症頭反映出來嘅時間，時間咁我去本醫生來可能做治療呢，係個做得用乜嘅用嘅方式，來留自家也係留啲生活順，講思維嘅人來做聽數，家下聽陣個繼續來講到，成多也必要來聊下嚟。